大家好，我是福邦营，人称阿比。我现在就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唐人街，它就叫做磁场街。那么这是一个国内跟国外游客都必然会到访的一个景点。那么在数百年前呢，我们的先辈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比如广西、广东、福建、海南这些地方呢，来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所以就有了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民族。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磁场街呢，它里头呢能够找到马来西亚各大民族的小吃跟美食。那除了吃之外呢，你还可以到里面去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小玩意儿。话不多说，那我就带大家到磁场街里面走走看看吧。这个是合金打造的，然后有马来西亚双峰塔，然后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塔，吉隆坡塔，它叫吉隆坡塔。这个呢可以当做是纪念品，可以送给朋友哦，也可以证明你来过马来西亚吉隆坡，到此一游。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呢是非常有名的金莲记，那当地人呢就都叫它甘岭给。那它是卖什么的呢？它就是卖福建面。那么来到马来西亚的你一定要吃到福建面，尤其是这一家的福建面，非常多年的历史，也非常有名。好啦，带大家走了磁场街这么多个地方，其实今天我要重点介绍大家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地方，那就是多杰熊灯财王的小店。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财王多杰熊灯小店的店小二 Eric。那么 Eric 你平常在这边是干嘛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师傅很大的心愿就是要磁场街，要我们在磁场街开一个多杰熊灯的店，跟所有的众生结缘。还有一个另外重要的，我在这边都是派这些免费的一些多杰熊灯的小结缘品。这册子里面呢，都包括有一个小的佛牌赠送，就像这个在 Eric 身上戴着的这个小佛牌。来到多杰熊灯财王小店这里的人们，不但可以获得免费结缘品，还可以把这些不同风格的精美多杰熊灯图片请回家哦。在这边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多杰熊灯财王的这个小店里面能够请到的佛教文物。当然，如果你幸运的话呢，你还会获得这个，就是由我们师父，也就是詹杜古仁波切亲自加持的多杰熊灯法相带回家去。多杰熊灯护法是藏传佛教当中一个拥有400年历史的佛教护法神。那在当地马来西亚华人的口中呢，它就叫做财王。在多杰熊灯人的手臂上，其实有一只秃宝鼠。秃宝鼠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财富，还有满大家的这个心愿的一个意思。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看这家多杰熊灯财王小店面积不大，里头却有着许许多多的佛教宝物，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多杰熊灯财王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也因为这样，他除了能赐财满心愿，更能赐予我们智慧，提高小孩的学习能力，甚至保佑我们出入平安，身体健康。让我来给大家推荐小店里广受欢迎的宝物。这个多杰熊灯佛坠线条利落，设计简单大方，适合男女老少佩戴。如果你比较喜欢方形设计的吊坠，可以选择这一枚多杰熊灯方形佛坠。这尊彩色多杰熊灯像也非常适合小孩供在自己的书桌上。还有这尊迷你多杰熊灯铜像，手工精致优美，也适合供在车子里，保佑你旅途平安。这款限量版多杰熊灯财王精美手表也能在小店里找得到哦。春节快到了，我要先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里福气满满，招财进宝。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来到磁场街的财王多杰熊灯小店，亲自来接受财王多杰熊灯护法的加持和祝福，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发大财，一定要来哦！多杰熊灯财王小店位置就在吉隆坡的唐人街，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磁场街。
从磁场街的正门口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左转，步行不超过1分钟，你就会看见多杰熊灯采网小店就在你的左手边。小店营业时间为每天下午3点至晚上10点，我们等你过来与多杰熊灯采网结个善缘。